透过影片记录下王船采花过程，根据着文献，埔仔店对清朝时期就有王孙石传统。这回过180冬了后，个性大举办，王船整体设计拢有卡数。除了船头是画五角金龙，东镜也搁安立固定钱。这做船啊工课，完全是咱武昌人款。咱的船啊大部分拢是王船，毋过我这只船啊是帝王。啥物叫做帝王？咱的龙头，大部分拢是饲料的，叫做王。毋过我五料叫做帝。啊，啥物叫做帝？这个东镜内底有顺治、孔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庆，有这五个皇帝帝王钱安伫内底。啊，所以这面就是帝王的时阵。这只帝王之船铁资450万，长29.9公尺，伫市区内底算是上大的王船之一。近拍破以往王船是浅色的印象，王爷公特别交代爱画乌色，也搁搭配着雷金兼彩画，以及象征吉祥的灵寿等元素，相当气派。咱店名师傅画是12大将，伫咱密宗是12要菜啊。伫咱4个角头是四方神兽，东西南北。伫这个腰带部分只咱是做8仙的这个宝啊。底部是做咱这个10大神兽，是咱《山海经》内面找较吉祥的。整个建造过程伫神明的庇佑之下顺利完成。埔仔文史协会嘛规划系列讲座，带大家深入了解王石的文化意涵。配合宗教仪式，开始招定信书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